喂，大家好啊！天驕設計咧，2025年嘅5月8號啦，嚟到豪宅啊維港匯，為客人裝咗透明窗花啦，同埋全屋嘅高清蚊網。咁啊，特別介紹翻呢套露台嘅高清防踢蚊門咧，已經打開咗㗎啦。其實喺側邊睇先見到個網。咁客人咧除咗要防蚊之外咧，重點係佢要防止小朋友出入露台。咁你見到呢度有條鏈，呢條鏈咧就可以限制到小朋友出入露台嘅。咁呢個有條鎖咧，有鎖匙。咁啊，一定要有鎖匙嘅鎖咧，小朋友先可以控制得到佢嘅。咁就鎖住咗㗎啦，掹走條鎖匙，咁啊小朋友就開唔到道門啦。用鎖匙去開佢，扭咗呢個位置咧，然之後個鎖，咁樣拎咗個鎖出嚟咧，咁啊就可以將道門打開啦。咁啊呢個角尺訂做啦，呢個位置空間係必晒嘅，隻顏色咧同本身呢個原裝嘅色邊度都接近啦。咁所以就做出嚟效果好理想。好，咁啊呢套係26嘅高清防踢蚊網，條路軌都係咁嘅，咁啊可以好清晰咁樣保護到啲蚊蟲飛唔到入屋，小朋友嘅安全都可以考慮到啦。呢個位置鎖翻佢，收埋條鎖匙搞掂。